嗯，主人，这还声势太大了。哎呀，肯定要挨砸那种。我现在指的是那个公有的都贴了。哦，啥意思那个啊？哦，省是几百万。这还卖的这栋下去，改成都翁万。拿一窗子占了房地产。损失严重了。修车的地方你知道吧？路口，我看阿星好多路卡。很快了，损失100几200万了。下了，都慢慢倒了。快打喽！就表现要挨。进而就是男的软的，夸下都下了。就是从稳像地震一样啊。泥石流啊！